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次嚟到東堤灣半做全屋鋁窗維修同防漏工程。為咗一日內完成維修，師傅們兵分兩路，一邊負責拆窗更換配件，而另一邊就着手全屋嘅防漏工程。師傅一嚟到單位，第一時間就係拆窗褥搬到走廊位置，同埋去除舊有嘅防水層。東堤灣畔有25年嘅樓齡，而且近海，所以可以見到窗架已經出現嚴重嘅生鏽氧化情況，即刻安排更換304不鏽鋼窗架。搞掂。而另一邊廂負責防漏工程嘅師傅，亦都已經去除晒舊有嘅防水層。上完791防水膠之後，就塗上透明防漏膜。防漏膜大概幾個鐘就會完全乾透同埋透明㗎啦。工程完成。